那场上是我们蓝队是感接力第2组的同学黑色背心的是1年3班，橘色背心1年8班，粉色背心1年7班，蓝色背心的是1年7班。所以大声的帮我们的班级的选手加油啊！我在橘色的是1年8班，排队了1年1班，还有到了第3棒。1年8班来到领先我们的1年1班追在后面，然后1年7班不想多了，加油加油！来到最后一棒，前面冲刺我们的接棒，先到这里了，好啦，我们帮你加油！领先是我们1年8班，还有其他后面1年7班跟我们1年3班，加油！广师也来